哥、大姐、爷爷、奶奶，大家下午好。很特别的一个字，怎样的很特别，知道吗？1年1次。今天是5月份第2个礼拜，母亲节，所以祝福全场的天下的父母们，大家天天开心，天天健康，天天平安，好不好？好。母亲节一定要唱跟母亲有关系的歌。今天带来一首《梦中的妈妈》，大家都很爱妈妈，妈妈很伟大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来欢乐一下，一起来，掌声在哪里？大家的掌声，哎，太棒了！好，请掌声鼓励一下。